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，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，互我传福音，互送乡的人，找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受关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。请咱同心的吟圣诗61首，圣杯上帝，徛天顶，请起立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脚无方便的，请恁坐咧。天父上帝，2015年2月头一礼拜，阮同心的兄弟姊妹组织伫圣的殿堂，伫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位一体上帝临在宝座前，阮共受圣餐，也要伫主面前来回顾2014年台湾人所拄着的苦难。最近世界各国面对中东伊斯兰恐怖的组织，因伫也门训练大批称作圣战士的假死队，利用宗教做题，到处放火、杀人、抢劫、绑票，为着要扩大因的声势，甚至甲囡仔绑下药，做人马炸弹，残害无辜的人。世界各国人民活伫惊吓中，毋知倒一天爆炸事件会发生伫因的身上。包括台湾人。早起，陈文钦牧师引用诗篇27篇，传讲惊吓甲信心。虽然阮活伫动乱的时代，亲像启示录记载，天势已经开始分7支号头，扫甲咧弹，扫甲咧弹，上帝大受气，灾难的碗咧倒。患难来临的时，阮犹原也目毋住，因为阮知阮的帮战对耶和华来。伫阮心内，阮甲先知西番雅共款，看见阮的上帝耶和华伫阮中间，就是全能的拯救者。伊要亲像家母天使，掠牵家仔囝，免得阮受恶魔吞食。阮信，阮无惊，有主同在，心平安。新的年，新的期待，
在主的祝福要临到亲近伊，伫阮中间同信的兄弟姊妹身上。摆伫头前的重担，主阮知，伊替阮担。安尼祈祷无完全，阮同声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，你对你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会赦免辜负阮的人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权、荣耀拢是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启用第5篇诗篇19篇，我来启，请咱来引。遐个天讲起上帝荣光，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，无言无语。伊的准情遍伫天下，上帝伫因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，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出行伊的路，坐到天的迄边。耶和华的律法交全，耶和华的干净确实，耶和华的教示正直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气，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，永远存在。比金比最最好金较通羡慕，佮你的萝卜对这会受禁戒，治水会知伊的失错啊！求你阻止你的萝卜无故意犯罪，我就完全。耶和华我的招伴，救赎我的主啊！咱继续来吟圣诗343首，圣诗343首，请起立。
咱犹原徛伫共读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者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日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打天上地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公共的教会，圣母的上公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保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赞美圣歌队吟要吟的诗，耶稣，我来救你。咱即时要来共读上帝话，咱要读几篇诗篇27篇。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要行至水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，我要行至水。遐个做歹的人就是我的对敌，我的对敌来攻击我，要食我的肉。
迄时因就着踏跋倒，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，我的心也无惊吓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悠然自在。有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悠然地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钱保护我，伫伊的帐位内将我藏伫伊布边看捌的所在。举起我伫石盘顶，打我的头壳，得着乐器较悬伫我四面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，我要吟诗，也要唱歌学乐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出声求救的时，求你听，佮求你怜悯我、应我。你捌讲，恁着羡慕见我的面。迄时我的心对你讲，耶和华，我要羡慕见你的面。毋通对我你的面，毋通收起来赶你的落魄。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，救我的上帝啊！毋通放杀我，也毋通离开我。因为父母离开我，耶和华要收留我。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因为我的对敌的缘故，带我伫平坦的路。毋通将我交予对敌，正因的心愿。因为南山干净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因也吐出凶恶的话。我若毋信伫活人的地得到看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的确绝望。着听候耶和华，着勇壮你的心，着坚固，实在着听候耶和华。听候耶和华，咱知主就是咱身边。这时，咱陈文钦牧师要传讲伊的信息，是要提醒咱伫行兄的时阵爱有信心，所以题目叫行兄甲信心。咱将时间交予咱陈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伫主日的时，会当同心做伙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，领受伊的恩典、听痛甲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极大的恩典甲祝福，互阮所经过年日。拢有你的同在甲平安。有时阵，阮拄着软弱、病痛，总是主你有缘甲阮相甲伫地。阮来到主的面前，过一摆通过上帝话，正做阮的帮站甲开力，互阮行伫新的一年的路上，阮有信心、有盼望、有主的听，甲阮相甲伫地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所徛起的世间变化无常，因为人有生老病死。诗篇的作者将人生的经历，就是悲欢离合、痛苦、艰难、征战、艰苦。带到上帝面前，献上感谢，献上祈祷，献上懊恼。所以整个诗篇150篇，拢是咱人生真实的经历。人因为过去的经验所受到的伤害，或者是负面的代志，咱自然会带来一种的不安甲惊吓。有一句话安尼讲：一天互蛇咬着，10年拢行草索。这就是咱人生的写照。惊吓是扰乱咱人情绪中间的一个因素。人是一个情绪的动物，咱有欢喜，咱有快乐，咱有悲伤。咱有惊吓甲不安，总是因为过去这种危机来适度保护，这是真好。
若是过度的反应，就会引起真侪副作用，譬如讲惊吓症、恐惧症、忧郁症等等，这些症头会走出来。举一个例来讲，伫咱的顶仔骹的所在，有一个卖肉粽的阿伯啊，忽然间互跳楼的甲跌死去。所以咱若行过迄个顶仔骹的时阵，咱拢会自然头壳所压者，毋知有啥物物件会落落来。总是，说使咱要行过顶仔骹的时阵，咱心内就不安惊吓，意思到咱拢毋敢行路。那安尼时阵，这就是过头的惊吓。惊吓就影响咱的生活，扰乱咱整个生活的秩序。有一个故事讲，有一天魔鬼爱这小鬼啊，到伫人间的所在来压这个SARS， 这个霾菌伫人的中间，爱互2000个人来过身去就好。无拍算，无偌久了后，有4000个人、5000个人过身去。魔鬼就讲：为什么这个代志这么严重？这小鬼甲魔鬼讲：我照你的命令，爱2000个人破病来死，但是其他2000个、3000个人拢是惊死。有影咱过去伫台湾有 SARS 伫咱的中间，差不多10年前。咱拢真惊吓，出门拢爱扎一个 mask， 这个口罩，毋茫会当免得拄到这个危险伫咱的中间。其实不安、惊吓，拢伫咱的环境的内面。咱看过去伫咱的环境内底，到咱最近伫国际恐怖组织所带来暴力，甲咱台湾。最近伫中南部这个饲鸡、鸭、鹅这个人，因为这个禽流感，讲这个胎死这个鸡鸭，差不多将近150万只。这个生理人毋茫饲这个鸡、鹅、鸭，伫过年要到，会当趁钱，总是无拍算。带来真大的损失伫因的中间。有时阵咱要去食日本料理，咱嘛真惊，因为日本311这个辐射流出来了后，海内底的鱼拢有辐射，所以当咱要食沙西米的时阵，拢会阁轮内一下，毋知有啥物物件伫内底。当咱要食菜的时阵，个烦恼菜内底农药全伤济，互咱有真济袂放心的所在。当边啊，较注意咧，凭信心来食。只有咱会当安尼来经过咱逐日的生活。大必王的一生内底，嘛是活伫惊吓的中间。伫少年的大必。伊老爸亚西王爱伊到伫前线来看伊的兄哥的时阵，无拍算所罗王甲非利士人咧争战，总是大必王。迄个时阵，要毋是做王，要个囡仔，总是伊会当杀死歌利亚。当伊倒转来国家的时阵，这些人讲所罗杀死千千，大必杀死万万。也因为安尼，所罗王的心一种的嫉妒。就要来迫害这个少年的大必，经过10几冬的时间，大必活伫这种惊吓、不安、逃走、美的过程内面，到伫伊40岁时，才有机会来正做以色列国的王。当大必做王的时阵，伊也面对伊家庭的问题，伊的囝押沙龙。起来反叛伊的老爸，互大必深深感受到家庭的问题，并无好好教育囝儿、历史囝儿，带军队来反抗大必。伫这种心内的不安、惊吓、扰乱的过程内底，大必
只有靠赖上帝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来仰望上帝怜悯甲帮助。今咱所读的圣经诗篇27篇的背景，甲所有的诗篇差不多，大笔所写的诗会当对撒母耳记上卷下卷内底来找到伊的背景，就是当大笔做王的时阵，伊的部队甲非利士人咧征战，大笔王带军队咧征战的中间，是这场的战争。大笔野戦无溃力，因为战争伤久的时间。对敌有一个人名叫以实比洛，摕着剑要将大笔来杀死。拄伫这种生死关头的时阵，瞬间忽然间有伊的一个将军叫做阿比塞，就来帮战大笔来解围，将对敌杀死。来保存大笔的活命。大笔经历这种的战争历程了后，伊深深感受到这样代志，是上帝保护，是上帝看顾，可以免得面对死亡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在咱人生的经历内底，拢有这种的经历。有时阵咱车祸。拄到真危险的车祸，总是咱看见车歹去，但是咱小可受伤尔。咱一定有一个真深的感受，这是上帝保守，互咱会当得到平安。有人就因为安尼就感动去读新人院。上帝伫咱逐日的生活内底，拢咧甲咱保守，甲咱看顾，互咱会当。食到这个年岁，这拢是上帝恩典。所以代表了这种真深生命的经历，所以伊就写诗篇27篇，伊感受到上帝是伊的避难所，是伊的溃力，是伊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我想这段圣经在诗篇46篇第1节。也正做咱人生经历、信仰中间的一个真好的见证。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溃力，是我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咱倒来看诗篇27篇，了解伊的背景了后，咱来看这篇的诗篇。对第1节甲第6节，通讲是诗人伫上帝面前。用信心来宣告讲：耶和华上帝，你是我的光，你是我的拯救，我袂惊治罪。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袂惊治罪。对第1节甲第6节，会当深深去体会大笔来感受到伊的性命是上帝保守，可以通。面对真侪战争困难的过程内底，来得到平安。我相信诗篇27篇，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经历。会记得我细汉的时，住伫庄脚的所在，因为路灯毋是真光、真暗，庄脚无亲像咱都市，逐个所在拢是厝。拢是一个乡舍，然后搁一个乡舍。暗时的时阵真暗，要倒转去的时，风搁真大，有迄个笛仔的声，搁金鸟的这金鸟叶啊咧摇的声，互人感觉起价不配。当边啊，嘛是爱转去困啊。所以伫咧行的时阵，拄伫细汉的时。老师所教的一首诗，叫做“靠着耶稣的性命，用信心来宣告：靠住耶稣性命，靠住耶稣性命，我的确会得胜。靠住耶稣的性命，我的确会得胜，赢过迄种的黑暗甲惊吓。伫细汉差不多10岁，做学的歌，甲即马也阁真熟。
常常伫惊吓不安的时阵，咱就学习大笔，咱的上帝来宣告：伊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伊是我的保护，互我会得到平安。诗人伫第40个所在，伊讲：有将士我捌对耶和华求，就是我伊也爱得到一世人住伫耶和华的殿，未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伫第40内底，诗人大笔伫遐经验，伊的生命内底上重要一项代志，就是来到伫圣殿来朝见上帝。就亲像咱今仔日基督徒来到伫教会所在来敬拜上帝，伫敬拜上帝中间，会当得到供应，得到上帝保护安慰。伫敬拜内底，互咱得到快乐；伫敬拜上帝中间，互咱经验上帝甲咱三甲伫地的平安甲喜乐。所以基督徒唔通伫礼拜日请假，讲今仔日好天，甲上帝请假一下，要去爬山拍球。咱若有诗人代表这种得到上帝保守咱活命，咱就爱来到上帝面前献出咱的感谢，献出咱的奉献，因为我所有一切，拢是伫耶和华上帝保守。若毋是上帝恩典，我连一口气我都无法度喘。所以诗人大笔用这种真深的经历，深深来经历伫上帝殿院内底，领受上帝同在的平安，这是一生中上大喜乐甲感谢。亲爱的姊妹，我相信咱起来正做基督徒，咱来到上帝面前的敬拜，也同款，搁一摆经历上帝的平安，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有快乐来面对咱伫这场伫生活伫各方面各项的挑战伫咱的中间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敬畏伊，就得到智慧，得到能力。这就是咱学习诗人大笔信心的宣告。到伫第2段落的所在，通讲是一种对心底拼出来的祈祷，亲像伫伊的情绪开始阁无好势。对第1节甲第6节，诗人真有信心。总是到伫第7节甲12节，伊的心开始摇晃，开始软弱。有圣经学者来研究讲，这应该是2段的诗篇爱甲伊分开。第1节甲第6节是一段诗篇，然后第7节到伫最后是一段的诗篇。因为迄个心情无共款，总是咱也会当安尼讲，这就是人的本性，也毋是，嘛是一首的诗篇。有时阵咱感觉真有信心，真有快乐，但是有时阵咱阁感觉咱真软弱，真野心无快乐。咱的人生就亲像一个曲线，有时阵真好，有时阵无好势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用圣经中间一个人叫做以利亚，以利亚嘛同款，有经历真有信心，我靠上帝，阁真软弱。以利亚先知伫加密山的所在，会当战赢一个人，杀赢450个，才会当机巴力的先知，伊倚靠上帝。上帝对天顶降火落来，伫石头顶头的肉拢烧去，总是才会当机对透早甲下昏拢无快乐。遮尔有能力、遮尔有信心的代表，以利亚嘛同款。但是当王后亚西别要甲伊追杀的时阵，伊的脚软去啊，伊较紧走去避，走到崩坑的所在。伫遐上帝来怨叹讲，要我上帝，我为着你大发热心，总是剩我一个人了。
上帝伫洞口的所在，通过山邦地理，甲以利亚讲：以利亚，以利亚。伫以色列国内底，毋是干那你一个人尔尔，我阁留了7000个人，毋捌拜偶像的人，你都去为着亚兰王，成做伊的帮站。我相信以利亚的经历，也是咱的经历；大比王的经历，嘛咱的经历。有时伫信心，有时伫软弱的中间。我相信少年的大比，伊嘛深知，伊会当赢过对敌，毋是伊的熬，是耶和华上帝的恩典甲帮赞。所以伫软弱的时阵，伊毋是埋怨；伫软弱的时阵，伊毋是妖异上帝。伫软弱的时阵，就来到上帝面前，伊来祈祷。咱来看圣经对第7节甲12节，拢总有9个求，祈求的求伫内底。第7节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毋通面离开我，求你毋通受气赶走你的奴仆。求你指示我头前的道路，求你引带我行平坦的路，求你毋通互我落伫对敌的手中。诗人大比伫上软弱的时阵，毋是摇疑，毋是怨叹，是来到上帝面前，伫遐祈祷，求上帝帮赞，求上帝互伊有气力。求上帝，互伊会当行伫上帝以爱的道路顶头。我相信，咱的人生有时阵嘛，甲大比同款，伫这种软弱的中间，圣经安尼讲：咱求就得着，找就找着，拍门主就要甲咱开门。感谢俄勒。这是一个赞处，伫软弱的中间，有缘来到上帝面前的祈祷，这个是另外一个信心的赞处。什么时阵咱爱向上帝来求讨？我想是咱上软弱的时阵，敢毋是？会记伫几当前，我甲长老、五长老食饭的时阵，忽然间12支长出会，真得到教会的关心甲帮赞。伫马街病院，伫迄个所在，真好的治疗。总是无论偌尼啊侪人的陪伴，杀到伫手术房的时阵，都是干那我一个人。咱知影，你毋知有手术的经验无？迄个手术房内底冷气拢足冷的。佫穿一领脱墨体，敢若穿一领迄个衫裤，非常的冷。佫无人伫边啊，牧师娘嘛无边啊，敢若一个人爱面对上帝，面对你要手术的时阵，心内非常的不安甲惊吓。总是伫遐，咱就会当来祈祷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帮赞，求你怜悯，求你保守，或者手术拢平安。求你甲医生三角地地，互伊有高明的医术。手术的中间，拢真好势。祈祷了无偌久，目睭醒起来时，已经手术好啊。上帝伫咱上软弱的时阵，通过咱的祈祷，伊伫遐来怜悯，来帮助咱。互咱得到平安。长老教会创设人加尔文来领导宗教改革的时阵，伫欧洲的所在受到真大的排斥。咱知影，伫欧洲的所在大部分拢是天主教。马丁路德伫德国来做宗教改革，加尔文伊是法国人，总是到伫瑞士的所在来宗教改革。总是有真侪当时的政府来反对加尔文做宗教改革这个代志。
等于来到伫随时日内瓦的时阵，人随时通知政府，政府就会一个命令：12点钟以内，你都要离开这个随时这个所在。迄个是拄好到12月的时阵，甲你们伫遐徛着伫窗仔门的所在，看出外口，外口拢咧落雪，规个大地拢是白色的。伫迄个中间，伊感受这桩代志，伊讲，无论人将我带到伫什么所在，我拢相信有上帝祝福伫迄个中间。迄个时阵，伊受迫害，无所在通好住，但是伫伊的心内，伊相信上帝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拢有上帝的祝福伫迄个内面。伊讲，人将我塞到伫地球的外面，总是我知影，伫整个的宇宙嘛，拢伫上帝手中。伫上软弱的时阵，伊上有信心，上帝讲，人我塞到地球外口，我嘛知伫迄个所在，有缘有上帝伫遐，我有啥物通惊呢？所以，甲你们继续对着上帝的信心来做宗教改革，就成做咱长老教会真重要的开设者，将荣光归予上帝。人未交接，就将荣光归予上帝。罗马书15章13节，这段圣经安尼写讲：愿上帝就是五万的泉源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各项的喜乐，互恁的五万借着圣神的能力不断来增加。上帝就是互咱有五万的泉源。上帝是赏赐互咱五万的泉源，因为咱对伊绝对的信心，互咱会当得到各项的喜乐甲平安。借着圣神的能力，互咱不断来增加咱的信心甲活口。诗篇27篇，咱看到第13节甲14节，这是信心的听候。在这段圣经内底，安尼写讲，都听候耶和华，都壮大坚固你的心。我讲，都听候耶和华。遐弟姊妹，咱知影，听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，也是一个信用的功课。听候毋是无代志做的，听候是咱伫遐仰望上帝的时阵。听候就是要装备家己，来堪得成做互上帝用的人。听候本身也是一种信心的熬练的过程。咱中间毋知有妈妈生囡仔的经验无？妈妈要生囡仔，伫腹肚内底爱偌久的时间？咱做妈妈的，爱10个月时间，派一粒丝瓜伫腹肚顶头，足艰苦的。虽然我无生囡仔，我嘛会通体会，我想真艰苦的过程。但是伫这个听候囡仔要出世的过程内面，伊都爱注意身躯，莫感冒，爱食较营养的物件。有一个期待，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要出世。迄种信心的听候的过程，伊心存喜乐甲五望咧听候，伊吞忍伫遐听候，伊祈祷伫迄个中间听候，伊无犹豫，伊相信上帝，那出于上帝一定的成就。伫迄个过程内底，伫遐咧听候，我相信伫出埃及记摩西的经验内底，伊的性命为着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上帝通过10个使者，然后带因出埃及过红海，到伫旷野40天的时间。40天，上帝伫遐磨练伊的百姓，伫遐吞忍听候
顺服、十条戒、敬畏上帝、友好父母、尊重人、无饕餮等等这些。上帝通过天后40年的时间，来带领伊的百姓进入到伫迦南地老年甲密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咱知影天后是一个上困难的功课，总是常常上帝伫天后过程内底来训练咱、磨练咱。咱教会谢莹莹姊妹，伊的查某囝因为车祸伫病院的所在，做老爸老母的人伫遐听候，听候上帝怜悯透放，会当互伊完全好起来。伫遐听候上帝的时间，伊的查某囝李丽妍有真侪朋友，也有真侪在佛教的朋友，伊甲莹莹姊妹讲：我来带阮的师父来甲李丽妍念经，3天一定会好起来。总是莹莹姊妹甲伊的姊妹仔伫迄个所在讲，愿拢信靠上帝，愿听候上帝，无论是活，无论是死，拢伫上帝立理甲掌权的中间。上帝若是要互伊活起来，一定是完全健康会当活起来。上帝若要互伊来离开，这嘛是上帝好的立理甲旨意。伫信心听候8天的时间，5年啊艰苦的过程，总是上帝伊的怜悯，煞李丽妍的艰苦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世间有真侪惊吓不安的事，总是圣经约翰1书第4章18节安尼讲：有上帝的听，咱就无惊吓；完全的听，就将一切惊吓来甲伊摕走。咱有上帝听伫咱的中间，咱有上帝伊的恩典伫咱的中间。伫咱面对惊吓、不安、烦恼的时阵，咱会当将这个学习代笔，将伊用祈祷来交托伫咱的主、咱的上帝的所在。咱毋是用怨叹、用负面的想法来过咱的一生，因为万人事到头来，没有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只有伫信心内底，才会当得到上帝意爱甲欢喜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阮的上帝，阮知阮是用土所做的器具，阮有软弱的本性，阮有人生的烦恼、惊吓、不安、操烦、看虑，伫阮人生的中间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对诗人大笔的生命的经历来体会，阮通倚靠上帝，因为你是阮的光，是阮的拯救，阮袂惊之罪。虽望有军兵阵营要攻击我，总是阮犹原伫你的内面有平安。主啊，恳求你操练阮的信心。毋是伫阮顺境的时阵，阮有信心；就是伫阮患难逆境的时阵，阮犹原知上帝有你的好的旨意甲立理。主啊，愿你帮助阮，互阮成做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。阮知影，有信心的人，毋是要拄着艰苦、拄着困难、拄着患难。是阮知影，万人事伫上帝立理内底，阮有平安。主，阮仰望你，将你的恩典祝福伫阮兄弟姊妹内面。特别阮要搁一摆来领受主的圣餐。主啊，你用真实的听平安赏赐互阮，献上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即阵咱来上映510首，请起立。俄勒底定主宰。担任的对遮离开到伫恁生活工作的职场，愿天的上帝听，为雷甲恁三角地地，耶稣基督的恩典陪伴恁，圣神的扶持帮赞，互恁壮大为主做见证。也愿三位一体上帝赐福恁，互恁凡事得到兴盛，身躯得到健康。亲像恁欢喜踮伫主的真理内面一样，愿三位一体上帝赐福恁，对答直到永永远远无尽。阿们。请坐，灭倒下温受垂见。